本年现做去弯岛之贵嘅印尼有17000人找到，也把嘅做下里场，另外比个插托拜访印尼亲近化嘅走马岛，也在阿定印尼3股2股年后，留经济嘅重庆岛，此股就係世界上领人上菜而來嘅所在。其中當然沒有華人來也打拼嘅分家，也拜另外來去中爪哇嘅師傅三寶亮，聽講佢老華人嘅關係同城，一下就停嚟睇看來印尼做下咯。哇！中成都的三寶龍一隻地方啊！我一下甜食啊，會漏水甜啊，暗暗的，压皮肤的感覺也是覺得濕濕黏黏的，就是有一種就是赤道這邊的氣候的感覺。去探險咯！比例8點鐘，對我嘅他轉機總算到嚟三寶亮。唔知大家係唔係老愛共用對上座嘅三寶亮持到動好奇？聽講條牌啲荷蘭殖民時期，三寶亮就係海上絲路嘅重要商港，客家鄉親漢卡地亞曾經攞當幾下台，未來台灣有啲同城嘅緣分。一擺來做客，熱情嘅三寶亮客家公會，做地講係牽手牽腳嘅來接體驗。等一下就停定是老台灣特殊嘅中間常態歌，對前鬧熱嘅童年節開始認識咯。哦，大哥，一條童年節動鬧熱嘅。哦，係啊，嘅三寶龍最熱鬧嘅童年節。早上就很多菜市場，很多賣嘅菜，新鮮嘅菜，要賣布啊、建築料，全部一睇起都係童年。咁沿線落去行行路路嘅，看下一個童年節嘅市場。好，梗係等行啊。一條街真係動鬧熱嘅。係咯，童年嘅市場。一特別係咩？華人動喺來一邊。華人都來嘅賣菜，因為要賣豬肉。哦。唔過，你談講一特別唔係全部嘅穆斯林喺度嘛？哦，穆斯林個碗行冇一件。古時候要華人地方真看你度賣豬肉。對對對。第1年，因為條牌排法，促權融合係民間嘅話題。唔過睇過講。中爪哇嘅人較溫順，排法時期嘅創作咪較少。還有來到童年節，天再看一下當地嘅百年老廟。大哥，一間大覺寺，看起來咩動有歷史呢？係啊，300多年。300多年。不過我看到跟我位係有個倉佛呢，每次都懂好奇的事情，覺得倉佛其實佢係穆斯林。那穆斯林又怎麼會在這個寺廟裡面？寺廟裡面，正和就是三寶大人600多年前過來下西洋，講鄭和下西洋嘅時間，追來嘅地方，要包過來三寶龍。唔講係咩動好奇，佢講三寶龍，一特別係有乜嘅三寶哈？照我自己的看法啦，應該是以前這裡本地的名字叫龍川。龍川哦，原本叫龍川，原本叫龍川，後來有了三寶大人的光臨，那以後就改成三寶龍。不過印尼那邊穆斯林其實算會懂多係冇？98%都係回教徒。華人多唔多？22%咯，市區啦嚇，周圍跟很多嘅小鎮，那就印尼人嗰多。雖然印尼係全世界親到穆斯林嘅國家。不過還係有4%，差唔多2000萬嘅人唔係穆斯林。老祖講係穆斯林嘅倉佛，對華人來講，除咗提供信仰安定之外，還可代表宗教做得多年包容。故說第4歲還有用倉佛安名嘅清真寺。講到印尼華人嘅歷史，就唔得冇去拜訪當地嘅重要嘅文化崇拜。大哥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大哥，你好，台灣來過。歡迎。這位尤大哥就是這間五福堂中藥店的老闆，也是我們客家鄉親的老前輩。大哥，因為我睇過很多嘅印尼嘅開藥店，老台灣嘅冇乜共用啊。一間中藥房啊，開幾多年了啊？ 80年，哦，80年，整整80年。嗰時候係你嘅爸爸
父亲就开始做到现在。对对对对。其实哦，俺发现都没就跟华人很多的地方就会有什么中药房，对，还有寺庙，因为那个信仰嘛。那像我之前还有听说过，就是印尼亚达贝啊，有一段时间啊，可以禁止中文的人讲中文哦。旁边有那个原住民啊，他就瞪出来，眼睛就瞪出来了。他反正我们就不来呀，对呀。1965年开始进中文。跟你读书的时间。刚好我是在棉兰长大，我念的高中学校，刚好那个董事长是由台湾毕业的那个老教领啊，所以唯一所高中学校读中文的就是这所三山高中，在棉兰。其他的学校都没有教，哇，干咩呀？他懂得该后商引法文，就全部就不会讲了。端城对，端城好几30年代，端城30年啊！那该龙是你像你那个招牌啊，我把招牌全部都得有中文是？不可以，完全的禁止。到现在啊，我们这个唐人街啊，有中文的这个招牌了，就是我这里跟隔壁的一家招牌有中文字，不过他后来自己也怕了，又挂那个拿下来了。我的还是有这个中文的这个。老祖讲，係對福建與天來嘅姚鳳儀太哥，今年71歲咧。佢嘅人生就得講係一本神發發嘅英法歷史書。元旦嗰種畢業過後，希望就得像阿哥咁樣來台灣讀書。是因為1965年印尼清疆連排華事件就做唔得來咧。想起該段英法本人辭世，32年做唔得用中文嘅年代，太哥還係幾多懂清楚。該禁止法文的時間，該名嘅用幹啥？我本來是 Yuda Vibawa 是威風，我是有紅妹啊，威風凛凛的威啊，他就知道的。他說你這個 Yuda 有這個有的味道哈，所以不可以。那我就來一個 Robert 就是那個美國的總統，不是有 Robert 嗎？所以我就用這個。羅巴，後來現在呢，我的這個名字羅巴維巴瓦好，羅巴維達，我就傳給我的孩子。該總來講，你的名有關嗎？我見係印尼名係阿古斯蘇珊多，阿古斯蘇珊多，該中文名係乜嘅？張敬成，該完全係冇相關的。古時候你就這麼的條的。就是取印尼名字的時候，跟中文有點近，不行。也是可以，但是他就是不要，就是說我姓張，你不可以說哦，你是後面放一個張什麼不行。不然他就當你是中國籍。所以那時候其實他進華文的時候，很多人是不是也因此想要到台灣來學習中文？對。所以以前我們要去台灣念書的話，如果是三寶龍的話，就找這位游先生來保送。叫做保送，以前叫保送，用保送才要保送。該攏是冇辦法來台灣讀書嘅遺憾，變做猶太哥一生人牽掛掉嘅。不過，佢對文化傳承嘅痛心，亦都變做牽起台灣老宗教化嘅緣分。除咗世界之五都來台灣讀書之外，猶太哥還喺啲政治唔穩定嘅時代，擔保當地華人來台灣讀書。同時，喺1998年蘇哈托政權下台過後，老當地客家人當初間呢舉辦客家會，是為咗做啲延續、彌補也30年嘅文化傳承。等一下就係老一群熱心嘅老前輩見面咯。搭個地方哦，有當到嘅個客家公會啊，個搭個地方嘅客家公會嘅嗰種木梯啊，咩無共用，唔像第二片啊，嗰種青蔥油嘅意係乜㗎？聯絡鄉親。培養感情，父母有面嘅一有一次嘅識飛，外登地頭塔樓啊，阿爸就水船啊，鄉下來一片食飯啊，打嘴鼓啊。該泰國，你像猶太國也係上去創辦會員，創咩？創辦 TV。係話以前嘅客家客屬公會1950年。成立了，也到1965年以後啊，就印尼的那個政治那個變化，就
我们就站起，沿着飞手要有那个旋风啊，所以啊，监管。这个苏阿多真的下台，我们2000年大家开始，我们马兰也有啊，雅加达各个地方就成立了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客家工会。中间的时候有断层很久吗？断层，没有办法哦，我们的下一代全部都念印尼书哦，我的孩子啊，全部都讲印尼话。记得客家话你有教记得吗？哎呀，算起來就捱來講，係非常遺憾嘅事，我嘅下一代一定要放棄。一看到一棟建築，留嘅英儀式嘅屋嘅，完全就冇用啊！日本时代的时候，它的地下室变成监牢，所以很多人在那边死掉。这个沙爹哦，这边可以热的。好爽啊！充满了大概上百种的香料的味道。对。捱來講，係非常遺憾嘅事，我嘅下一代一定要放棄。呢個係最遺憾嘅事。泰國講到就，真嘅真情流露哦。其實你看，捱讀書啊，我每日讀書都係叫人，嗰時捱講嘅貴人人，數分唔有最捱都能讀嗰波波冇課，捱叫人嚟讀嗰波波冇課。对，他很多事。像大哥，像你这边除了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，还有一个留台同学会。感觉留台同学会的现在人数也是越来越多嘛。现在有了留台同学会在这边一直鼓励，就是华裔回台湾念书，因为这个只有这个办法才能让我们华裔子弟可以学习中文啊，可以传承这个华语文化。你像亚哈蒂亚片啊，黑公兄啊，学嘅法语，现在片好啊。三语学校，它就有念华语、英语跟当然印尼语了啊。另外有一家是孔教会学校。孔教，一个孔教是孔子。孔子的孔教，或者孔教了，它也是有教中文，还有补习班。像你现在就是这个青年部的，大概有多少人？年轻人？50多。有50多人哦。那你们有没有在做什么样的活动，是想要继续延续这个文化？每个星期打球、唱歌。那你像如果说将来你的下一代，你也想要叫他加入的话，你会用什么方式去跟他讲？他是说想办法，他的孩子们下一代也是参加这个客家会，不然的话会断绝的话，那就不好，所以设法一定要参加。顾说要给客家公会就是会长、主席，大家也是责任是越来越重。真的是要把年轻一代的通通都来拉进来，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，然后好好的认识自家的文化，自家的语言。来到印尼，看到很多人为了传承中文伫个打拼，发现自家做的老人家讲客话，实在是动珍贵的事情。拜访一种客家会，那边排法对我来讲，唔会觉得是历史的名词听听，是神话的地度的人经过的灾难。文化传承的意义，唔单止係母語嘅消失，更加係家族三代之間因為語言傳承造成冇辦法深刻理解嘅疏離。也下客家會咪因為安尼，更加10萬走來是去台灣讀書，為講中文嘅後生人加入，希望做啲家嘢，傾減下一代對母語嘅重視。對面來嘅是來台灣讀書嘅客家子，咪因為看到老人家對傳承嘅用心，天天狀態高，強下加入客家會。下晝就天天睇蛋嘅佢，到三寶龍連堂到就行嘅鬼屋去看下了。大姐啊，一看到一棟建築，留嘅英語式嘅屋嘅，完全就冇用啊！这边呢是荷蘭以前留下來的一個火車辦公室，據說下面那個地下道可以通到現在的
火车站，现在的火车站。真的呢？对啦。那你有看过吗？没有啊。哦，唐公公就是讲，里面有一些可怕的故事，这样子。是的，日本时代的时候，它的地下室变成监牢，所以很多人在那边被真的是死掉了，可能被刑求啊，要逼供啊什么的。据说这个呢，他们也是拿来用来罚人家，不知道怎么样慢慢给他死。那现在可以打开看得到吗？没有，他们没有开，不行的，没有开。荷兰村民印尼300年，伫走吧有下列动作嘅建筑，其中第300年嘅老王师傅，后来变做日本军伫亚克托处死战犯嘅所在。唐公地度烟气动冲，还不西方媒体列作全球前顶尖嘅鬼屋之一，唔知等下会拄到乜街？呀，个心情係有着诶，什么？期待，不过又有着诶害怕。因为真的有懂得故事，懂故事的话有一点怕怕咯，也许是心理作用。行过来那边你看，那边全部就会门呢，门的咯，不会排过去，全部就会按开个门。这一栋呢，你可以看这一节呢是这一边往那边看，然后后面那一边呢，待会儿也是同样的，可是是往后面看，所以它建的全部都是大概一模一样的。所以每一个地方你可以直接就共用啊，一样的。哎呀，对啦。我也知道该拢是讲，就看到该庙路当外啊，有懂到个鬼故事啊，在讲那个地方。不过行过来的时候，没有其实唔会，因为那边高度又很挑高，对，采光很好。对。所以当时他们在建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地理位置、风水上的考虑。都有。也看起来公共嘅前门屋，东南向上的多。日本军是第一片用机关枪的连电射杀621。二战结束的时节，荷兰军还是加定建造地图的铁路量，数24期打死了东到印尼的军人。也下政府留前门屋整理做买票的博物馆，希望把汉卡多的人做得透过亚栋建筑来认识印尼的历史。像雅加达改片，迄个动笔是一个太上师，该茶啊、喇叭声啊，动多。不过那边3部2那片没算迄个怂那边上师吧？这里的步骤比较慢，比较轻松。这里的人也是比较 friendly， 可以这么讲。行的4重地度的时间有看到一些旁边的摊贩，里面对啊，这里的人是这个样，所以比较真的是很 friendly 啦。是值得去逛一逛的。真嘅，行啲路方你又吃到董书松，又有按讲嘅建筑。其实行到一个历史嘅建筑地图，咩看得到、想得到、感受得到，该拢是嘅一个中爪哇一片的历史过程，对不对？也是对这个印尼的文化有好多的了解。对啊，不用怕那个故事啦，其实看下去就知道，也没什么，也是一个建筑物而已啦。无论鬼怪嘅传说係真係假，都本條牌嘅出名歷史加添故事性，本當地人去認識一段歷史，一下前門戶聽聽建築功能嘅轉變，無將條牌按定強咧，每人望眼望視嘅好用體，唔用個搖搖呀呀咧。離開前門戶，佢哋知愛帶演藝式當地嘅造花美食。像你啊，該啷是用不用一頭髮投訴？哦，那個是有一些故事的啦。因为我妈妈也是留台的，自然而然我们当她孩子的，她觉得去台湾念书当然是很好的，所以我们就这样的去的。在盖龙是给老人讲，很要去台湾读书的时间，给老人讲台湾很浪漫的地方。哦，那时候当然我很喜欢，因为台湾本身也是一个很亲切、热情的地方。而且在学校那边，当然是很多朋友啊，吃方面又很好啊，哇。气候对我们来说是很特别，因为我们这边就干季，然后有雨季，然后那边有4个季节，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很特别的一个。那后来毕业了之后，其实也是很想多待在台湾的。那当时台湾的政治也是正在挣扎，对，所以那时候给我们侨生的签证是很难得到。所以因此呢，我就不多待。你要不要来客家公会啊？你还讲读到你种留台同学会的你后来也是加入了客家公会。对。那许多改变就感受到，其实你底下那边看到按到嘅
发音啊那你做的可以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，然后同心协力的继续推广法文家的文化。对，莫让你抢标的。毕竟还是华人在这里，不是很多。客家工会这样办起来，也有它好处，也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客家人。不然我也不知道，我还以为这里是很多那个潮州人，原来客家人也是很多，然后我也很吓了一跳，其实是蛮团结的啦。可以讲，你有一个自家的语言，自己家族、自己种族的语言，就会讲有一种安定的感觉。无论你去到世界各地，是的，你不会说你是一个漂浮不定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其实是的，真的，这个我自己也有这种经验，存在内心的一种精神的那种。那个在念大学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小段的时间去到大陆，晚上巴士到那个地方是黑黑暗暗，也许一个小镇，然后有一些外国人跟我讲，请我帮他们订菜，因为饿了嘛。一进去里面，然后就说你是从哪里来，我就假装我是那边的人哦。中国。客家人，你说哇，他就马上你客家人啊，那呀，泰布泰布吃家人哦，食吗？就马上吵，不要我付钱。暗号。Yes， 嘿，我真的心里很感动。按月钱。对，送出来了。就来了。来耶，印尼沙拉叫做 gado gado， 然后你的话是。nasi pinul， 这个是 tempe， 就是黄豆发酵然后变成 tempe 的。在印尼，也许马来西亚也有马来人的。甜甜的。黑酱油、甜酱油。那边还有没有懂得的料理全部就在加桶？中爪啊，是的。要给什么盖？这个这个加乱冻。什么盖？乱冻呀，对了。要看起来有点像个台湾的那个糯米肠。它是用那个香蕉叶包起来，然后放米，但是它也是当代表饭啦。这个如果都没有这乱冻的话，当然是不会爆。是不是？makasih。哇，这沙爹好可爱哦。那对咯，又热热的，可以直接吃啦。那你看这个沙爹哦。这个很可爱，这边可以热的。那我们还要翻哦。要翻那，不然烧焦呢。鸡肉的，那给你先吃啦。哎呀，就安尼闻一下，热热的哦。就都得吃嘞。都得吃哎。好爽哦。老台湾是跟沙爹冇同啊。一定它的那个香料有差别嘛。你知道青葱要给外面的酱，我会酱料，感觉充满了大概上百种的香料的味道。对。该压一个什么该中哎，是吗？这里面它放很多香料。故事要给酸嘛该甜点吗？不是，这是菜来的，你试一试看。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开胃的啦，而且有个椰丝的味道。知道要给英语出来，吃到呀，那就知道大烘的后生，还有一个就会讲吃到会懂口味，你会觉得很开胃，然后就会一直想要继续吃下去。是会很胖啦，没问题啦，现在你还是很受益本钱，吃多一点。吃。无香料就唔上印尼菜，佢嘅声音要本来对印尼多了一层认识。客家公会热情嘅人情味，每本来过一摆感受到，因为文化牵出嘅客家情。看到30人嘅文化传承，变作牵引大家嘅日头，无强用时代对文化传承嘅用心，每本人伫推广客家话嘅过程里度，受到了鼓励。第三部量又加加过来25年嘅台湾星球，每因为一段历史打开了佢嘅教书生涯，来去拜访佢哦。杨大姐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欢迎。你好，请坐。我们是同乡人，中浪人，中立人啊。对。你中立的。冷下。装冷气。那凉就拉那凉。会不会很难？你觉得？你不要再看着老师了。很凶。老师很凶哦。中立的。系啊。我睇住，因为唔系总本补习班嘛，
你在台湾读书的时间，就是读中文系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可是，该拢是在印尼呀那边，禁止华语的。你是嫁过来以后，反而这边无用武之地，你怎么办？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就靠我的记忆，然后来写他们的生字生词，然后还有他们的课文，教那个注音符号，然后自己来写，然后再想他们的这边要用什么办法让他们的音很准，所以我就自己来写。哇，对。古时候你这样英文有学上来好吗？等一下10点的时候会有一堂课，那我们可以先去吃个这边的龙标呀，这是我们讲的春卷。刚有懂 T 片吗？很特别啊。它在印尼是很有名的。好，走，我们带你去。用气先太子，中立两公人，文化太好中文那边啊国校，1992年加到三宝龙变做客家新区，对该人是个头头念念，意思头白嘅印象，搞亲戚中文。到也下经营中文补习班，落实推广法文教育，到培养师资，也25年嘅教书岁月，做提供意思等印尼法文嘅记录来发展。听听疫情嘅期，坐定山顶茶来去食三宝龙超有名嘅小吃咯。也看到一个龙饼就来咯，一个其实就老台湾的腔样啊。我们台湾外面看到人家卖润饼，其实就是看起来就这个样子。不过那个泡看起来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台湾吃的春卷。不过第一个我比较好奇是为什么上面要附一个这个草给你？这是葱吗？葱嘛哈。对对。那用六满色啊？对啊，你用一个葱，然后这个一口，然后咬一下葱，然后再吃一口。第一度看起来有这个葱的。里面是竹笋。竹笋哦。对对对，然后它有卤过，有卤过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它有经过处理过。好不好吃？等一下，还要加这个。对。味道怎么样？等一下吃起来，然后台湾米头跟台湾的润饼是完全不一样。刚才吃下去第一口，其实都被这个酱料的味道盖过。你要不要试试看辣椒？我有点害怕，很辣吗？这个？那个冲天辣。我不敢咬太大。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哦，加油！哇，好吃对不对？不一样。其实懂香嘞，要辣椒会懂香的辣椒，有辣。不过我吃到鸦片的辣椒，某香香就会讲，它的辣是一吃下去立即就会那种爆炸性的辣就出来，不过不会让你就是觉得不舒服那一种。对，它只是在那个嘴巴上，然后它就是有点甜甜的感觉。压个泡诶。试试看，试试看。脆脆的，对不对？炸的比较香不过讲到吃个东西啊，你跟当时在台湾来到鸦片吃过关西吗？这边的又辣又甜，那这是差异两个最大的。现在吃辣吗？吃，但是一点。很辣，我要快点喝茶了。就算加到三宝龙按多年，还是都唔敢吃辣。不过三宝龙的名产润饼，虽然经过几百年的饮食融合转变，然后影响地度的润饼早就冇共用了。不过还是太子你当地挺好吃的小吃之一。吃饱之后，天天用心上转去上中文课咯。大哥，你怎么会来学中文？我是中国人，我要这个能够讲会的。想要就是想学。想学。那你已经学多久了？5年。你不要再看着老师了。我们现在很凶。老师很凶哦。我知道他们现在坐在这边是不是有压力？万一如果表现不好，怕丢老师的脸是吗？不会，他们都很优秀哦。对。不过太姐啊，你刚刚开始来到那边的时间，你跟印尼方面没懂后吧？就跟他们现在想要学中文一样嘛。对。那你怎么教？看图说故事，跟问他们这印尼话是什么，然后我就慢慢也跟着学印尼话这样。其实一个相互学习这样。对。那你平常在教学的时候是用，因为他们这边的语文印尼文是用
拼音嘛，就是 A B C D 这样子，然后有发音。那你教他们也是用这样子的拼音，还是用 Bopomofo？Bopomofo 为基础，我们的注音符号，台湾的注音符号。然后呢，当他们会了以后，差不多，然后再把它换成他们的汉语拼音，这样他们音就比较会准。门外有色两色，你爱啦那两两，就啦啦两两。很厉害耶！你刚才看的时候是看字还是看注音符号？有时候看这个，哦有。哦，哎，所以有注音符号的话，他们就写在下面就会比较好发音。那念久了就慢慢认识这个字，很厉害耶！他们是很棒的。棒的印尼文怎么讲 ？Bagus。在学的过程中，你会觉得很吃力吗？会不会很难？你觉得？应该还好吧。很难。鸦片希望后法音跟音越来越多，不过单凭你一个人应该没办法，就是可以吸收这么多学生。所以我就会从我的学生里面去看哪一些比较程度比较好的，然后我去培训他们，大概当他们成熟期大概差不多10年，然后再经过侨委会，他有办一些师资培训，到当地来做师资培训，然后我都会给他们去培训，然后得到了侨委会的那个证书以后，再送到台湾做师资培训，回来他就有一个基本的基础。对天数亲戚10年的不惜，当因为当地有法文需求，有了无共用的传承使命。太子讲，开放中文高校，唔但将学生人来学法语，更加有唔会讲中文嘅也爱，天天10年强下来学。教学过程地度，未有越来越多嘅印尼人，未因为安尼爱到了中华文化。你好，我是大汉。有汉呐？你们几岁啊？16岁。16岁现在是高中，高中2年级。你爸爸妈妈会说吗？不会。你怎么那么害羞？你学多久了中文？大概是3年5年吧。3年5年而已。那你有到台湾去学吗？去过了。有去台湾学？上课？1个月而已。所以你平常的时间都是跟杨老师学？对啊。那你怎么会想要学？因为我喜欢中文呢。为什么喜欢？不知道，我觉得中文很有趣，很感兴趣，所以我想学习中文，这样。可是中文其实它最难的是那很多字，你学起来你会觉得会不会很累？很有意思啊。很漂亮那个字体。哇，那你将来就是希望成为一个中文老师？不是，我以前从大学的中高中大学的时候，我跟我爸爸讲，等下高中毕业以后我要学习中文呀。但是我爸爸不可以。对，他本来他不可以，但是现在他们看我当老师，他们就觉得好啦，是很好。就是印尼当地人一开始就是要学习中文，就除了华人，印尼人也想要学的。对条牌禁止法文，到也下培训印尼人教法语。半世纪嘅政治转变，牵连点选唔清神法啲地度人嘅语名。嗰當時因為當地當少人會法文，用太子意外變做當地重要嘅法言推廣人，也係佢嫁過來嘅時節冇想到嘅事情。用線上嘅拉嘅小鳳，每天也愛嘅腳譜去台灣讀書，也下係正在上學院2年生嘅學生嘅。一擺都可以轉到印尼變韓國，下主條就聽佢去學下喲。我坐這邊嗎？坐。對，在這裡坐。媽媽平常真的很忙碌哦。對。我看她的學生這麼多，時間感覺都是排滿滿的。對。所以下午她還要繼續教課。對。那你們平常這樣見面時間多嗎？還有時間見面。也是 OK 啦。晚上。對。下班的時候。等她回到家，她會煮飯給你們吃嗎？有時候她會煮。但是大部分是我奶奶煮的。阿婆，对，你的阿婆煮。对。那你在家里会跟阿婆啊、阿公他们讲客家话吗？食飯啊，食量會嗎？食量。
洗澡、晒神、晒神的是什么？我们讲晒神，晒神。你们梅县那边的就讲晒龙。哦，对。不过我们说，你刚刚沿路过来跟我说来印尼一定要来这个餐厅吃饭，就是说是这个菜色，一定要，对。你说叫巴东哦，巴东是在印尼的哪里啊？在印尼的这个苏马德拉巴东菜。我们还没有点菜哎，这个叫做国大喇嘛。国大是城市，喇嘛是旧。这个是旧的城市。你们在很多地方，这边也有，几乎每张钱上面都会有吗？一定有。我们还没有点菜哎，不用点。他现在是上我们的菜吗？对啊，这是我们的菜。但是虽然说我想要请你吃饭，但是叫这么多菜，我不知道带够不够钱啊。不用担心，你不是钱不付的。他从这一张桌子排到那一张桌子，你只要吃你要吃的，你付你吃的，就不要理他就好。不用理他。这个是巴东饭的特色啊。对，你刚才看嘛，然后他拿很多盘，对啊，他2只手这样子的。对，那个是一个巴东饭的特色。如果说要请客人吃饭啊，是要给巴东饭，懂拍条很气派啊，就是来到感觉是很丰盛这样来，对，就是好像不用担心你吃啊，对，像国王一样给全部都给，真的满汉全席就对了。对，因为他们要代表那个满足跟发财的意思。你有没有特别推荐是一定要吃的？你试试看这个菜，这个对鸡肉吗？先试。它这下面这个酱是咖喱吗？算是像咖喱一样，像是咖喱。对。不是鸡肉，绵绵的，这个香料是很香，骨髓之类的吗？不是，这个是肉类的。脑吗？对。牛脑啊！哇，难怪刚才一瞬间我好像闻到草的味道，青草的味道，其实蛮好吃的耶。但是这个应该很多人不敢吃，因为它软软绵绵的。对。但是你外国人可以吃这个厉害啊！对。这个超好吃的。这完全看不出来嘛，该啊。牛肉干啊，牛干啊，牛肉，哇，这味道好香哦。不过说真的，你像这个印尼菜的口味，其实真的都蛮重咸的。对。那你到台湾吃，你会觉得很清淡吗？一开始是我觉得很清淡，超清淡的。但是台湾它的那个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鸡排啦，还有什么臭豆腐？你敢吃臭豆腐？敢。哇，厉害哦。那你像这样子，跟你一样是，比如说从印尼到台湾念书，你在台湾有遇到吗？人数多？很多，也是算多。对，在我的学校40个人。40个印尼的同学，这样人数算很多哎。算多。为什么？就是你们同学之间就很流行去台湾念书吗？最近比较流行，因为现在中文很重要。对，中文超重要的。你妈妈是教中文的，那你中文去到台湾肯定没问题。还有问题。一定还有问题的，因为台湾人有时候是我也不知道台湾人讲什么，一个可能太快，或者有时候年轻人讲的，比如说哇好屌啊，对，好屌，帅啊，帅，为什么很威？衰是什么？不是我朋友平常衰碎啦，你讲碎哦，台语哦。我想说，我是不是也老了？年轻人的用语我听不懂。那个我没听过，所以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用语。对，那你这样子，现在念了2年的书，将来毕业也是打算就直接回到三宝龙来工作吗？我没有看一个目标，只不过哪里最会好，就在哪里是。单枪的看到就报给巴东饭，做地讲印尼版嘅满汉全席。佢嘅派條，每本也可以被感受到印尼嘅烏山東道。不過，因為佢嘅豐富，本地太平洋東嘅印尼，300多年來受到荷蘭、英國、
葡萄牙也条国家想出来出名。史高珠、天天小峰到三宝龙的古上去行行的。小峰啊，我觉得走在这条路，好不像三宝龙，好不像印尼哦。因为这个是三宝龙古老的时候，这个是荷兰人的地方。它这个现在算是古迹了，算是古迹。有这个叫做哥达拉玛，哥达是城市，拉玛是旧，这个是旧的城市。然后也是有哥达贝鲁，贝鲁是新的，对。所以这边算旧城、新城有分开。对，这个是很多人在这里要拍照啦，然后欣赏环境啦，怎么知道以前三宝龙的环境是像什么？小峰，就这个老鹰啊，好像我在印尼这边常常在三宝龙也是常常看到它。它是印尼的标志。你说代表国家的吗？代表国家的，对。但是你说它不是老鹰，它不是真正的鸟，它是一个神的骑的鸟，叫做 Vishnu 神，印度的神。你看你的钱钱里面也有吗？对啊，有。有在这个上面。这里啊，对。所以它就是在你们在很多地方，这边也有，几乎每张钱上面都会有吗？一定有。那个鸟。伟大的鸟，它每个翅膀有17个羽毛那个代表以前我们17号独立，然后在这里有45个羽毛，代表以前我们1945年独立，尾巴有8个羽毛，因为在8月份我们独立。那一讲爱请一只印尼精神的代表，他又觉印尼的神鹰国徽。除了条毛数量代表印尼脱离语之外，佢底下嘅古早方言语异种沟通，就係由320民族嘅印尼，讓萬啲多元文化地度尊重差別，強下神話嘅稱號寫照。印尼唔但將族群多元，連語言都懂得做哦。小峰啊，我聽到那個喇叭一直在播送的那個是印尼文吧？印尼文是印尼文，對。不過我知道好像在印尼这边，因为岛屿多，然后它很多的岛，然后都有各个族群，然后各个族群的语言又不一样，像爪哇有爪哇语，对。所以像你在这边的话，你是学什么？爪哇语，学爪哇语。爪哇语，然后学印尼语，有学校也是给你英语，对。印尼文的话你好是阿巴嘎巴，对。然后谢谢德里巴卡西，对。那爪哇语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怎么说？像阿巴嘎巴，你能够分成3个吧？Sugeng Enjing, Sugeng Siang, Sugeng Dalu. Terima kasih. 那个是 Matur Nuwun. Matur Nuwun. 对 Matur Nuwun. 也不好学呢。Matur Nuwun. 我觉得印尼话亲人后就会讲佢动作嘅弹舌。要从细就开始训练，这样会讲的。冇印象台湾人冇个音学要当困难。有300種方言嘅印尼，曾經係世界上前大嘅傳統國家。就算係爪哇語，都有體系嘅差別。印尼國語雖然用馬來話做基礎，不過因為條bài海上貿易多忙，參等荷蘭語、阿拉伯語也條詞彙。當你小峰了解自家嘅國家，你本來發現印尼真係太多元複雜。講到小峰來台灣讀書嘅緣分，係對野外嘅故事開始嘅。那應該攏是因為又要上去台灣讀書啊？那時候是跟朋友一起，朋友跟我講去台灣念書啦 ，OK， 那我就這樣就這樣就去了。那感覺這個決定也是很隨意啊。那你去台灣之前，你對台灣了解嗎？不了解，完全不了解。那你父母也就這樣，也這麼大膽就讓你去？可以，因為他有朋友，他也而且去那些好像台灣也是跟我們一樣的嘛。就給我們去，就這樣就去了。去了。所以一般其實我覺得男生到外地好像不大會想家哦。我第一次一定想，怎麼想？他當然不習慣了，這個方面也不習慣了，對不對？不夠辣。也不是不夠辣，那味道不一樣了，味道這裡是很甜的，那邊的味道就比較淡。那你像當初為什麼會想到說也讓
小峰到台湾念书？他的决定。我们先让他去台湾1个月参加那个语言班，然后去看一下他是觉不觉得说他要去那边念书这样，然后也让他在台湾，我去的时候带学生去的时候也会带他去了几次。像小峰，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常常听爸爸妈妈说一些台湾的事情？从小对你来说到现在，你觉得有什么对你比较大的影响吗？爸爸是印尼人，然后妈妈是台湾人，所以爸爸教怎么当一个好的印尼人，然后我妈教怎么当一个好的台湾人。那就这个教育让我自己是能够学到在2个世界各种不同的教育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机会，让我能够把握我妈的想法，因为我是印尼人嘛，外国人的想法跟真正的印尼人的想法混在一起，我觉得未来比较好。小峰很成熟哎，对啊，就现在大2的年纪来讲的话，真的是很成熟的想法。会不会很担心他现在在台湾念书？念一念，然后万一在台湾交了女朋友，然后你们2个在印尼，他不回来了。我无所谓，他不管交台湾的或是哪里的都可以，只要他喜欢，大家能够适合都可以的。不过你讲像来的啊，就像给情人用的呢。哇，对呀。对啊，就是儿子都很像妈妈的小情人。对，我已经跟我妈住了17年了。17年，从我生的时候，我住她家17年，然后这个2年多我不住她家。那你住哪里呀？住跟别人。真是幸福的一家人。不过从这样的我亚白吃到我来到三宝龙这个地方，就跟当地的食物一样，甜甜的。人情味本来吃到甜甜的。然后看到你就安呢，第2遍神话都懂幸福，要本来吃到甜甜的，就是一个很幸福、很美满的地方。做下里长地度，是拜访过当到一家讲係生意务嘅乡亲。唔過我想，搭上人啲歷史地度，做好自家嘅角色，初秋出來嘅日頭，從頭本意想唔到。對第2代無聽無語30年，到第3代來台灣讀書嘅小峰。就會按呢一點一滴嘅文化累積，本文化傳承有嚟傳奇。真心感謝三寶龍鄉親嘅熱情，除咗本來看到延續發奮嘅用心，咩本來重新認識了印尼多年嘅文化。